聖誕倒數日曆，睇下係咩嚟先。原來係屈臣氏網店準備嘅聖誕倒數日曆，1連10日都有唔同嘅聖誕驚喜優惠。哇，咁多優惠，聖誕老人會唔會送唔晒啲禮物㗎？準備聖誕開箱，係屈仔限定版迷你相機，影相、錄影 OK， 輕巧機身方便攜帶，有10款可愛嘅屈仔相框。買任何產品加188蚊就可以換購一部，同屈仔一齊記錄每個聖誕 moment 咋。Naturals by Watsons 積雪草愛別體身體護膚組合，又香又滋潤。Dermafirm 爽膚棉係人氣大熱產品，試下先。呢2款日本洗頭水都好高評價喎。原來屈臣氏有咁多日韓新品，真係要分享晒俾全部人。係屈臣氏消費員，記得到網店留 comment， 將你嘅用後感分享俾大家。成功分享仲可以賺100以上前積分添。咪住，係咪以為聖誕優惠得咁少？入嚟屈臣氏網店仲有大把驚喜。今個聖誕記得嚟屈臣氏網店領盡所有聖誕禮物，祝大家聖誕快樂！